嘛是政治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昨暗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，伊去桃园体第5选区立委的参选人赖香玲徛台，面对记者甲问讲，伊参选进前敢毋甲厝内人讨论，伊是表示大人大种啊，做代志家己负责。 有跟家人讨论过要担任副手这件事。那你当记者问你爸妈？对啊，成熟的大人了，自己决定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就是 No, I'm gonna ask, I wanna know. How many of you 你拢大概几岁啦？你出门做啥物决定？每个成年人都要自己对做自己的事情做负责任的。 针对外界有质疑讲，伊敢已经放弃美国籍啊？伊是表示，伊伫几多年前就已经放弃啊，毋是为着选举。伊讲伊即马是立委，所以中选会立法院拢有审查过资料。啊，那外交部嘛表示，确实有收到中选会来函，拜托因去调查，会甲调查结果交予中选会。